其實之前咧我都遇過好多客人想將佢嘅收藏品咧放喺佢間屋度嘅。咁我做過雪茄啦、香檳啦、紫砂茶壺啦，但係今次咧，我呢個客人咧就想將佢最中意嘅可樂收藏喺佢屋企，亦都可以展示出嚟。所以咧，接到呢個 project 之後，睇咗個平面圖咧，我第一個諗法咧就係將佢最中意嘅可樂啦，我想放喺最先嘅位置。所有嘅客人朋友過到嚟咧，一入到去就係睇到佢最中意嘅可樂。其實我諗我自己今次俾我最大嘅感覺就係做一個好嘅設計。如果我哋能夠將業主最中意嘅嘢可以喺佢嘅屋裏面展現出嚟，俾佢朋友睇到佢嘅收藏品，某程度上都要做到好嘅設計嘅一部分咯。